又不知解控。不已被馴服，但循環上只向前無盡。遲到或遲備並無大作用，只好繼續。此話一出如空騙你流水率之中，就做會順應躁動，從人份自願口中。如下人吞下寡婦，吃不掉也就傾倒。縱毀於注定被消費良肉，生命在氣內將伴隨埋進肉身上，留為滿足誰的口欲。若要強食如此坦白，某日也許已同樣奉還。飢寒交煎下就再沒有討論空間。人若吞不下就待良肉分秒鐘腐爛，也阻止不了已被鋪攤。最美也何其慘淡，經過肉體消化，維持被兩字自行流傳於感嘆，何必被美化？若嘆息如此直白，某日也同樣以自身奉還，為蒼天以上並沒有討論的資格，再吞咽不下，為內肉隨亡卻總消化，記憶被塗炭，當經過自身消化，維持悲兩字，為幸運者方可擁有選擇。萬個誰是中一格，也就一口吃下，讓其成為此生。